韓國的電子入境卡呢是把咱台灣改做是中國台灣，咱外交部要來反制，要準備把這台灣電子入境表當中的韓國改做是南韓。後來這韓國即馬呢是有讓步啊，伊要來修改入境的資料。因為林佳龍是表示講，會互韓國一寡時間去處理。韓國電子入境卡甲咱台灣寫做中國台灣，引起風波。外交部進前講要來反制，講韓國若無正面回應，自4月開始，咱台灣的電子入國登記表會甲韓國寫做是南韓，這互南韓即馬趕緊打動對台灣讓步，打算要甲有爭議的職計甲台復掉。外交部長林佳龍證實，韓國打算要來修改電子入境的資料，咱這邊嘛會暫時按下。台韓之間的來往哦，特別是民間的交流，非常的多。好，那我們也期待雙方政府秉持着平等跟相互尊重的原則，來積極的促進兩國的交流跟合作。台灣最近去打壓的唔那這件代志，郭培良3月主辦 WTO 世界貿易組織第14屆部長會議，嘛打壓台灣的地位，互咱這邊自2001年出席以來頭一擺袂當參加，在野的立委認為外交部愛較強勢表達立場，捍衛國家的尊嚴。林佳龍回應，嘛是有掌握會議的狀況，毋過袂當互打壓台灣成做是慣例，未來會有因應的做法。以後要主辦這種所謂的 M 部長級會議的國家，在申辦的時候就必須對台灣承諾，不能有任何矮化，對我們差別待遇。我們就是在 WTO 裡面，我們就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。那即馬風聲洪都拉斯希望甲台灣復交立委關心進度，甚至邀請對台灣較友善。洪都拉斯新任的議長贊布拉諾來台灣訪問咧，林佳龍表示，包括洪都拉斯新任的總統阿斯夫拉，閣有因迄邊真儕民意代表，攏支持甲台灣復交。外交部嘛會甲因迄邊的政要維持密切的溝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